这是花莲的消息，花莲凤林镇一间店面的电动铁门，这个店头家要入门时，敢若是人啊登记的，熊熊阵咧喊落来，这个王小姐呢惊一个硬气，敢若差几秒钟尔，就可能迄个铁门跌掉，生死一瞬间的情形，会想到还会惊。铁门豆豆升起来，查某人就行入厝内，不过后一秒。 轰一声，铁门熊熊跌落来，猫仔是惊到四界钟，查某人嘛惊到硬气。生死一瞬间，再差个几秒，我就换我在底下了。才想说，奇怪，我铁门怎么掉下来？这惊险的画面，前后差不到5秒，铁门就险啊，甲王小姐甲伊的猫仔跌掉。代志就发生伫咧彰中道花莲凤林镇，原本的店面会当看到4面玻璃门，平常时为中的2扇出入，即马敢若会当挖上边仔的门，因为风冻掉，嘛惊人客掠准今仔日无开，影响到生意。 师傅来看，他是说看这样子应该是上面的那个链条断掉。他叫材料是今天下午才会到。王小姐无奈笑讲，店头做10几档，头一届拄到这个情形。不过电动铁门哪会就安尼熊熊跌落来？感觉到走的时候声音很大，或是有开始有那咔咔的声音的时候，就是要请那个维修人员过来看一下这样子。铁门伤旧、伤老、欠保养，拢是可能的原因，所以平时的保养就真重要，包括轨道、乌椅啊、链啊等等的零件加油、门保持清气嘛真重要。这个王小姐店头的铁门，敢若是因为链啊断去才跌落来，互原本白塌塌的门拢变甲密密毛毛。加在这个人甲猫仔拢无受伤，不过这生死的瞬间，嘛，互伊讲实在是真惊险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